苗栗有一位77岁老师傅张宪平，做竹仔皮超过50年了，有真侪届代表国家到海外参展，嘛得到国家的授证，将做传统艺术的重要保存者。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老师傅。 虽然做竹仔片已经50多档，张宪平事前准备材料一般拢是家己亲手来。对于破较大片的竹仔片，或者是较细块的竹米仔，对伊来讲拢是每工的基本功。都是用刀子去劈嘛，不是用丝的嘛。对。为了克服竹艺发展的困难，张宪平家己研发机器，会当快速破出竹米仔。很厚，你知道吗？很厚，它会卡在这边。 真熟练将这竹米仔改编做形体，各种竹器的编法的，张宪平一看就当看水的好摆。间隔距离应该要稍微再大一点，知道吗？再大一点。你现在这个有一点太紧一点。张宪平30岁，投入竹仔片的领域，伊利用这竹仔的特性，自创多层次的编法。 一件叫做竹内挂拿，一支一支穿过来穿过去，会当透出光彩，这嘛是多层次编织的展现。另外，这件的作品呢，伫浅盘点面有另外编一尾龙，两手甲龙身好亲像要背起来，这是2000年龙年，嘛是千禧年的纪念。人材它比较柔韧所以它可以比较能够有比较细致的感觉的那一种编作。 伊的作品几啊处拢代表国家到海外参展，甚至被故宫博物院珍藏。虽然袂少国外买家有兴趣，但是伊无想要卖，舍不得卖出去这样。哦，是哦，再高价也不卖，因为这个都是只有一件。面对工业原料的冲击，这竹仔片手工艺当讲就要消失啦。伊利用机器提高这品质甲制作的效率，一方面会当精进家己技艺，伫科技甲传统上，伊嘛努力找出家己的平衡点。